大家好，歡迎收聽法律知多啲。今日我哋會講下，如果需要繼承過身嘅香港親人喺中國內地嘅遺產，需要辦理嘅中國公證文書。喺香港，如果過身嘅親人喺內地有留下遺產，例如房地產或者銀行戶口嘅存款，咁繼承人就必須要經過中國公證嘅程序，先可以喺法律上合法地繼承呢啲資產。喺辦理中國公證嘅時候，其中一份非常重要嘅文件就係繼承遺產聲明書。呢份聲明書係繼承人向中國內地嘅相關部門聲明自己係合法繼承人嘅一個重要證明。咁如果想辦理呢份繼承遺產聲明書，通常需要提供啲咩資料呢？一般嚟講，律師事務所會需要繼承人提供以下嘅資料。首先要清楚聲明書會喺邊個內地嘅省份同城市使用，其次係需要幾多份正本同副本。第三係繼承人嘅身份證明文件，第四係過身嘅香港親人嘅死亡證明書，第五，如果過身嘅親人有遺囑嘅話，就需要提供遺囑，最後仲需要提供由香港婚姻登記處發出嘅過身親人嘅無婚姻記錄書錄當明書。實際情況可能會因個案而異，需要提供嘅文件亦可能會有所調整。除咗呢啲資料之外，仲有冇一啲文件係一定要附喺繼承遺產聲明書度嘅呢？係嘅。以下文件係必須要附上嘅：繼承人嘅身份證副本、過身嘅香港親人嘅香港死亡證明書正本，如果有的話，過身親人嘅遺囑正本，以及由香港婚姻登記處發出嘅無婚姻記錄證明書正本。如果你喺辦理繼承內地遺產嘅公證手續有任何疑問或者需要協助，業謝鄧律師行有4位中國委託公證人，可以為你提供中國文書公證服務。鄧達明律師、謝連輝律師就係其中2個。如果你想聯絡業謝鄧律師行尋求協助，歡迎致電我哋嘅熱線91099999查詢更多詳情。我哋嘅團隊會盡力為大家提供協助。今日嘅法律知多啲就到呢度，希望可以幫到大家。多謝收聽，下集再見。業謝鄧，你的法律服務夥伴。